螺旋状的东西，原来是水管，很粗的水管剪开，烤一烤软了，然后把它压在桌面上，压平，再板子盖上去压平，压平以后用那个圆规来画，中间来画一个小的圆，小的圆的直径就是那个要连的那个水管的直径，然后剪开同心圆，一个大圆一个小圆，小圆的直径就是那个粗的水管的直径，然后剪开，挖掉中间那个圆，然后得到了一片，那一片圆瓣呢，圆形瓣，中空的圆形瓣，再把它剪开，剪开以后再把它扭成那个螺旋，扭成螺旋状，再把它结合在这个水管，再把它接的比较长一点，可能要到两个圆片了，把它接长一点，可能用到3个圆片了，2个完整的，然后前后可能各一半了，再接长，然后再用烤了，用火烤把它修成比较圆滑，修成比较漂亮的螺旋状，然后中间放那个很长的螺丝棍的，很长的螺丝贴，底部把它封起来，底部也是一个塑胶片，然后中间穿孔，然后螺丝锁紧，然后再连起来。中间那个螺旋状的东西也是要粘好，用胶水把它粘好，然后再喷漆的，是前上右方那个螺丝贴，长的螺丝贴凸出来，加那个什么滑轮的，加那个轮子，然后再接那个马达的轴心，然后要用皮带连接，放在那个水流处，经过那个螺旋状的东西会转动，然后带动马达，然后发电的，电扇都会转的。放到水沟里面。